和情意，能够献给你，为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居住的神近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各位家人们平安，平安。好，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罗马书8章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一起来拍手。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再次宣告，我能胜过，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居主的神近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是的，神说我们是光明的使者，特别在这黑暗的世代，我们要兴起来建造，为主来发光。阿们吗？阿们。从头来唱。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居主的神近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更多来拍手。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居主的神近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的能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居主的神近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
亚！用掌声将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说你将这些事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主啊，在这世上会有患难，也有许多的挑战，然而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平安，平安就是你。主啊，带领我们能够一起经历，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这世界太多嘈杂声音，动摇我的平静。有多少谎言让迷路的人走向恐惧？是你的话语照亮生命，不为黑暗左右。我是属于你，水中经过火里走，你救赎了我。那是你，慌乱之中带领我的心，高山谷底有你身影，是你的爱，不离不弃。让我们一起在敬拜里面寻求神的平安。让我交给你，甘心交给你，我紧紧跟随你。我的不确定是不可替代的信息，在基督里，平安是你，在风浪里寻求你身影，你的真理是黑暗褪去永恒的光，照亮所有在前行中迷失的自由，为我受鞭伤，宝血为我流，在风暴中，我敬拜你。是的，耶稣，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或是风浪里头，你就是我们的平安。主啊，你的同在使我们不再惧怕。主啊，让我们高举双手，一起来敬拜他。向神说：主啊，我们的平安就是你。平安是你，在风浪里寻求你身影，你的真理是黑暗褪去永恒的光，照亮所有在前行中迷失的自由，为我受鞭伤，宝血为我流，在风暴中，平安是你，在风浪里寻找你身影，你的真理是黑暗褪去永恒的光，
我手边上，宝血为我流，在风暴中，我敬拜你。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盼望。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求你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的经历，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
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是的，天父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用全心全人来相信你奇妙的作为。无论我们眼前或我们所经历的挑战有多大，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牵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愿神、你的灵、你的爱、你的话语包围我们，前后环绕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在神你的爱中。再次感谢阿爸父神，特别在代降节的当中，耶稣基督为爱降生，使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并得到医治，软弱成为刚强，贫穷要成为富足。愿神你奇妙的作为在每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来彰显，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见证你、荣耀你。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祷告祈求，还有敬拜赞美，都是奉靠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天父，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位牧师，看到他是小学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是高中老师，要来我们当中做见证分享。好，我们来欢迎子轩，拍手来欢迎。喂，哦，好，等一下哦 ，OK， 好，就是上台来是蛮紧张的，但是很开心看到对侧面有很多那个像蒋一飞啊之类的很少见的人出现，哇哦，大家先帮我拍拍手好了耶，对，还有其他人啊，对，那。我觉得要先讲一下，就是其实那时候丽珠长老来就是问我说要不要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就是跟他说，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其实过得蛮失败的，我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对。但是丽珠长老就跟我说，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其实不是当了基督徒以后就可以一帆风顺，对，就是在这之中一定会有很多就是怀疑的时候。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失败的见证。好，那我就继续咯。好，对啦，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这2句话是等下会贯穿我的整个见证人，因为其实这2句话是我一直在祷告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爸妈也是基督徒嘛，所以就是我爸妈就会跟我说，那你就是要一直祷告。他说他也会帮我祷告，然后我就一直祷告。可是，对，所以我其实每次做谢饭祷告的时候，我都会祷告这2句话。然后，我先继续讲，就是我其实毕业完是3年了，然后我要速带过，因为我今天见证时间没有很多。但是反正呢，我其实毕业3年，这3年之间，我就是一直在祷告这2件事。但是呢，就是我直接往下一页，就是上面那一个是那个跟工作比较有关的，就是其实在第1年的时候，我第一个进复试的时候，我当天就是在睡梦中被吵醒，然后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人家也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这就是在复试当天的时候，然后所以其实蛮影响到我的心情的，但我还是考完了嘛。然后那天我就是边走边哭的就回家这样，然后第1年就是这样就过了，就是也没有进什么这种学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第2年，然后那个时候还要帮我们家就是到处跑来跑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所以第2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的十字韧带就断了，所以想跑也跑不了，就是根本跑不动，然后也没有办法打球什么之类的，就是第1年、第2年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人际上面也是，就是我在第1年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是基督徒，他也是打球，我就觉得哇塞，这个根本就是那个上帝为我准备的人吧，对，但是。反正呢，后来就是因为某些事情，然后就发现他其实怎么说，反正就是他在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生以后就直接就是对，就是就不见了啊，太快了，好，对，然后对，所以呢，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有一种就是我是不是其实就是蛮怎么说，就是我只是2个选择中的 Plan B。对，就是我那时候一直遇到人，然后可是一直被选择之后的
的抛弃，也不能叫说，因为他们毕竟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我也不能说什么。可是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就只是一个 Plan B 一个后备的计划而已，对。然后第2年的时候也还有遇到好友出国，所以那个时候就整个就是觉得天哪，为什么我这2年都过得这样？那第3年总该就是轮到我，就是上帝的那个计划总该第3年就是成真了吧？这样，然后而且第3年又刚好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待了2年，已经要第3年的学校，它就开缺了。我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根本就是神给我的一个位置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刚好就是有遇到另外2个很好的朋友，所以就是觉得一切好像都走在轨道上了，对。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就是一个很对，可以说是我前阵子遇到的一个真的很低潮的一个状况。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也是喜欢了某一个人，然后可是就反正他也是一样，就是选择了别人嘛。然后结果那个朋友就是安慰我，然后他安慰我就是跟我说，条件不好就不要喜欢 PR 值太高的人。对，我真的跟大家说，就是对，就是这真的就没有人会这样安慰朋友的，拜托各位，就是太，然后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被这一句话就是伤得蛮深的，因为就是毕竟就是我一直以来的那个就是会一直困扰自己的点。对，但是就是在讲这句话以后，我就跟他大吵架嘛。然后大吵架以后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想要跟他和好，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原谅70个7次吗？就算他这样子跟我讲，我也要原谅他嘛。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跟他道歉说，那个我的就是我很抱歉，我那个时候骂你就是突然很生气，然后什么之类的。结果他就帮我说，可不可以闭嘴？然后。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想要跟你和好，我都已经道歉了，然后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可是就是这个，我就会觉得哇塞，就是那我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对，然后再来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应该现在国高中生，我发现这里刚好很多国高中生应该都会知道小账是一个什么东西嘛，就是那个。跟不知道人解释一下，就是你在一个那个原本的 IG 账号外，你会有一个只会给比较好的朋友看的小账，对，就是他通常只会给，就是我那时候也只有给我比较好的朋友看，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人把我那个里面的内容，就我很好的朋友就把里面的内容流出去了，然后而且是就是留给我就是一群朋友圈啦，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拿这件事情来笑我。就是对，然后那一群的朋友我也不知道，就是要再怎么样跟他们相处，有点像是这样，就是其实对我来说蛮严重的。但是就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就还有人，就是那一群朋友就来问我说，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可以想见，其实这几句话，这些事情，就是不管是发生在陌生人身上，你都会觉得很过分了。然后还有就是，结果这些事情跟这些话是朋友对我讲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就是在第一句话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检讨我自己。我觉得有时候基督徒会一直检讨自己，反正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吧，反正就是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有时候会一直在检讨自己，说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那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就觉得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才会就是发生这些事情。对，然后这也是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觉得说，就是在我哭的时候，他说他们会觉得我哭的时候好像是就是在博取同情，然后我又在欢什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语的意思。对，就是我觉得好像其实在这个世界中，就是这个社会，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包容，就是有人就是人在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其实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温暖一点的地方，就是带我们哭的或者是什么有情绪的时候，大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包容一点。但是就是很现实的跟很多未来还是要出去社会上的对弟弟妹妹们说，确实有些人的包容度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最打击我的事情，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的那个学校开缺了嘛，然后
结果我就是在那次的初试就落榜。就其实初试是最容易进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初试是名额最多的，就是相比起全国，相比起基隆那个名额是最多的啊。因为我在那间学校，所以其实我初试进了，我根本就几乎就上了，因为我复试的面试就是我认识的老师们，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结果我连复试都没有进，而且最让人难过的，怎么说？我那时候觉得最困扰的就是，因为大家一定会来打听说，就是你会不会报这个学校？因为新北的那个制度比较特别，是那个其他人要去选要去哪一间学校面试，这样，所以他们一定会来打听说，原本的代理老师就是有没有要考这间学校，那他们就不要去了，因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师上。对，所以变成我那个时候就是结论，就是我需要跟大家解释说，哦，我初试没有上。对，所以我那时候还真的就是跟大家就是发了一个限时说，就是对我初试就是没有上，然后但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这样。对，但其实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蛮打击的，因为你会不知道神的计划到底在哪里，因为就是感觉上应该要让我可以就是这样顺顺的上来，而且我那时候就已经想好我接下来服事要接什么，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我可以早一点考上正式的话，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为什么神没有让这一切事情发生？对，然后就是在这么多事情的背后，就是一直在忙，其实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就是在忙高三升学还有校正的事情，所以就那段时间真的压力很大。然后对，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有跟一些朋友，就是有点像是跟他们寻求一些安慰啊之类的，但是有些朋友就是在安慰我完，然后我可能好一点点以后，他就会问我说，就是你干嘛反应那么大？然后你就不要理他们就好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会去怀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其实一般人都不会对这些事情这么的反应这么大，然后或者是觉得这么沮丧，或是觉得这么难过，是不是我这样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过这个生活，不知道自己就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才是对的，才是一般人会有的感受，或者是会有的方法，会有的面对的方法。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才会发生这种事，有点遭天谴的那种概念。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检讨自己，是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个在教会有一个要投票的环节，我最后第3轮的时候跑掉了。对，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投完票？然后我就先去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先去找朋友了，对，所以没有，不是要跟大家说以后要投完票，对，我那时候就开始会这样回头去检讨自己，然后会不会是因为我乱评断人？因为不是圣经里面就是说不可以乱评断人吗？对，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是神不喜悦的人嘛，然后就是神在我身上还有他的计划嘛，还是他的计划就是要处罚我，就是让我来这里见证说，哦，我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是对，就是遇到这些，让人觉得很挫折的事，对，然后好，没事，继续看下去。就是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原谅别人70个7次啊，可是我可以原谅我自己嘛。然后，对，那个时候就会一直在不断的，我觉得是。因为会一直去想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然后所以就会没有办法去原谅自己说，哦，我还是可以被接纳的，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我就是人际上也失败，然后那个工作，考试上也失败，这样，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蛮低潮的。我看一下，我偷看一下我的笔记。然后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下那个，我后来就是某一天的那个讲到的，但是我就是刚好那一天在准备我的见证，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但我觉得
就是刚刚就会有一种就是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活嘛，然后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做才是对的。那后来就是在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就觉得蛮适合来讲，就是我后来要讲的事情，就是那时候这一篇讲的是在讲那个逃城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对耶，就是其实上帝大可以不要设一个逃城，逃城就是让那个以前犯罪的人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嘛，然后他们在那里就不会被杀，他们一旦出来那里就会被杀嘛，对。但是，我觉得为什么神就是要设一个逃城，他就是要给那些就是曾经犯错的人一个机会，然后在这个机会中，我就觉得整个就是被接纳了嘛，对，就不管你犯了什么错。就是真的在里面，就是承认我们是会有情绪的。怎么可能基督徒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很有自信，然后都不会觉得受伤，都可以原谅别人？就是这是耶稣吧？就是基督徒真的很难，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承认我们是一样会生气，一样会难过，一样会有时候会就是气到很想骂脏话之类的，对。第二件事情就是上面写，就是不要在外面徘徊。我觉得很多青少很多像我也是啊，就是我一开始会想要找朋友，找其他亲朋好友去讲我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安慰我，但他们会给我很多建议，就是你可以赶快你就不要理他们嘛，然后或者是你应该那时候就先不要讲话，你就先不要做什么，他们就不会再更打击你。就会有很多的你应该，你不要，你应该要怎么样，对。然后，但这个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哦，是不是不应该生气，不应该难过？就是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对，就是我觉得当别人的声音太多的时候，反而会迷失自己。我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哦，对，就是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我应该要做些什么。可是，就会突然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到底要重视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回到神的避难所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等一下，对，这个是我刚刚讲，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太看重关系，然后太讨好别人，所以我就会否定自己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避难所中找到自己，因为在上帝的避难所中，就是没有批判，也没有你应该要做到什么事情，它不会有一个标准在，好像你一定要满足什么。逃城里面，对啊，逃城里面没有标准，就是所以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不会再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做些什么，你应该要做到什么，你要做到什么才是成功的，这样，然后在上帝的那个爱里面是被完全接纳的，就算你没有做到那些也没有关系，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对我数，就是我觉得今天就是那个金句，就是我觉得我想一下。对，虽然这一段时间很失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就坐在下面听我讲话。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就遇到的一个就是很接纳我、很尊重我，然后也很坚定的选择我的人。对，然后我会在里面得到很大的安全感。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那个时候确实是看外貌，但我觉得神真的就是有帮我看内心。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是这一句话，我在想这一篇见证结尾，抱歉我中间讲的有点乱，就是对，但我觉得重点就是，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经历，一段过程，但我觉得在这个之中，我学到的是神的计划其实不只是看外在的成就，他不是只有看别人可能都是看外貌看外在，但是耶和华神重视的是我们内在的成长。就是我们在经过这些事情之后，那我们自己的那个成长、那个改变，对，而不是我最后真的我考上了老师，我交到了一个男朋友，我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也送给就是大家。虽然我讲得很混乱，就希望大家都就是在未来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都可以记得。
就是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还是有他的计划在。这样好，不好意思，好像真的讲蛮久了，对不起，谢谢。我们一起说：“子轩老师加油！”好，然后再对他说：“子轩，耶稣永远爱你。”有一句话说，圣经罗马书说：“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所以呢，这些患难或是这些困难或是这些挫折呢，其实是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品格可以更加接受锻炼哦。好，所以很感谢子轩，好，他分享他这3年来的见证哦，把他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分享。好，我很担心他眼睛那个眼泪要掉下来啊，不过他真的很棒哦，从头到尾都没有掉出来哈。我们再次拍手来，谢谢子轩他的见证分享哦。好，其实呢，有时候遇人不淑，好，或是说这个恋情呢，好，这个告吹。并没有天也不会塌下来，因为呢，我小时候就听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适合你的人呢有2万个人，好，跟你旁边说，这个世界上适合你的有2万个人，有2万个人，所以一个人好，他离开了你，还有多少人？还有19999个，3个人离开你，还有多少人？你还有接近2万的人，好，但是呢，你不用为了这一个人离开，好，然后让自己的生命或是人生掉到谷底哦。好，因为约伯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说，好，当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当我们虽然在很多的失败或是不如意当中，但是约伯好最后抓住对上帝的信心，上帝就让他从苦境当中转回哦。好，所以我们华人成语说，苦尽什么来？甘来。好，一次的成功不是成功。成功是无数次的失败，好堆积起来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失败，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的滋味。好，所以你需要经历失败，你才会去珍惜你的成功。好，跟你旁边说，你需要失败，经历失败才会珍惜你的成功。你需要经历失败，才会珍惜你的成功啊！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好都能够正面的、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困难，面对我们的失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呢，也不要去忘记我们过去这些失败带给我们的帮助还有努力。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这段经文，好，要读我们从上礼拜是以斯拉记，我们要进入到尼希米记。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第1章第4节到11节的经文，请。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过去1个礼拜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在周6的晚上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敬拜，来到你的面前，也透过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见证分享，或是我们所领受圣经宝贵的话语，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愿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孩子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起来建造在上礼拜跟上个礼拜牧师2次的这个跟大家介绍1919的这个单车环台跟募款感谢主呢，在上个礼拜牧师介绍完之后呢的隔天呢就已经达标了。那所以牧师已经顺利的募到10万块拍手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我第3次募款前面2次都失败，前面2次都没有募到10万块。但是呢，这个前面2次都是10几年前的事情10几年前。但是呢，在这一次当中呢，很感谢许多的人参与将近60位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的来为这些急难家庭看见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甚至是学生也有参与在这当中。但是呢，上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去骑完单车那一天我听到了这个队员当中有一个人奉献了100万。那时候呢他募到了100万。那一天呢，我们那一天的募款的数字是600多万600多万。但是呢，到昨天呢这个数字来到多少呢？来到了1022万所以只有1个礼拜的时间这整个募款活动呢已经来到了破千万破千万。所以发现呢，这个募款呢就是当你有一个目标而在这努力的时候呢上帝会不断的感动很多的人。但我今天又听到一个更讶异的数字就是呢，在今年光复那个叫华加萨台风在引起光复的这个水灾土石流的时候呢这个救助协会总共在3个礼拜当中募到了多少钱呢？只有3个礼拜，他们总共募到了8000多万，8000多万是这个的8倍之多那他们要在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他们把这8000多万要去发给2500多个灾民，每个灾民要发3万元所以他们下礼拜呢，哇，他们非常的忙碌每一个要怎么样去造册然后怎么样让光复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这么多的钱发出去呢，8000多万大概就要花掉大概7000多万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的政府也有今天我看到新闻，我们的政府呢在这个光复的这个救灾当中呢，也要总共要花8亿但救助协会呢，他就募到了1/10 8000多万。所以这个单车环台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为牧师来代祷，就是从12月20号一直到明年的1月3号。那这一次这个路线呢很特别，就是要骑到台湾的4个极点，有没有听过哪4个极点？最北的这个富贵角富贵角，然后三雕角，然后最南的鹅銮鼻，然后最西的这个叫什么4个极点。然后呢，还会经过今年2025年4大台风的4个灾区，最近的是11月的苏澳的灾区，然后呢再来是花莲9月光复的灾区，然后8月呢是这个台南的灾区，8月是太麻里的灾区，7月呢是这个新营的灾区所以在这些灾区当中呢都会去送物资，甚至骑脚踏车骑到那边呢，还要去帮忙去修房子，他还有留任务留给我们去做。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环台呢，除了能够去看全台湾募款，也希望能够带来是四境的平安四境的平安。今天这个信息接续在上个礼拜以斯拉记这个人呢，那如果你上礼拜有听到这篇的信息呢，我相信你会知道以斯拉呢，他如何精通神的话呢，就是要研究神的话嘛，所以是研究神的话。第二个是要实行神的话，第3个是要教导神的话。这3件事情，研究，然后呢实行，第3个呢教导，你就能够精通神的话。所以因为上主以色列，上帝赐福给以斯拉要求皇帝的每一件事情，皇帝呢都准许他。而今天我们要继续从以斯拉后面再来看尼希米，他们当中呢又间隔了将近12到13年前面以斯拉跟第一批归回了隔了80年，非常长的时间。
但是呢，以斯拉跟后面的尼希米，好，不过是12、13年的时间。但是这12、13年的时间当中呢，好，他们的人民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和威胁。你可以看到以斯拉手上拿的是一个圣经的经卷，右左边的这张图，而尼希米他手上也拿一卷，好，是一个建造的蓝图。好，当然这个是后人画的，那时候建造图不可能长这样子。好，但是他要建造，为什么要建造呢？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就是他们在那边好被掳归回建造圣殿，然后他们在那边重新要敬拜的生活。但是在那附近的人呢，却不让他们在那边好好的敬拜，却不让他们在那边可以好好的生活。上帝的仆人回来建造神的殿，但是上帝的仇敌却怎么样？破坏神的殿。我来问问大家，你在家里面会做家事的人，请举手。举好，好，请，谢谢，请放下。没有举手的人呢？好，就是你还没有想过，你在家里面都没有做家事。如果在家中都没有做家事，请问你对这个家是带来建造还是带来破坏？我今天早上呢，好，在收衣服的时候呢，好，就念了允琪一顿好，把它念了一顿，好，说呢，因为呢，他都回到家呢都很晚，好，然后呢又不帮忙做家事，所以我在折他衣服的时候越折越不甘心，我就写了这么长的一篇，好，然后呢就念了一顿，结果他就退出群组好，然后还退出了很多的群组，好，但是呢，好，我把所有写给他的都截图，好，而且截图给他的女朋友看，好，就是叫他知道说他所做的事情呢，好，他要为他自己来负责，好，但是他今天不在这边，好，因为他去看表演，好，但是呢。我想到的是，当你没有在家里面做家事，你没有帮忙家里，你就是在破坏家里。好，跟你旁边说，你没有帮忙家里，就是在破坏家里。为什么呢？因为你吃家里的、用家里的、喝家里的，好，你都没有想到你有帮家里什么忙的话，你就是在消耗这个家。同样的，你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没有在服侍，你在教会当中，你没有在参与建造。你在教会当中，你没有参与在侍奉当中，你只是一个消费者，你只在消费你的信仰，你在消费这个教会。你到这边好享受，住在这里有冷气、有音乐、有灯光、有人讲道，但是呢，你没有参与在建造当中。所以跟旁边说，你要成为一个建造者，不要成为一个破坏者。在以斯拉记的第2章，看见对不起，尼希米记的第2章，看见尼希米他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呢，但是有很多的人是何伦人、山巴拉，还有臣仆的亚门人、多比亚、阿拉伯人、基散，所以这些都是外国人，都是不信上帝的人。听见尼希米他想要来修复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就嗤笑他们，甚至在藐视他们，说：你们做这些事是什么事？难道你们起来要背叛王吗？背叛波斯帝国的王吗？所以这些外国人呢，好，看见这群犹太人想要重建圣殿的城墙，他们就挑拨离间他们跟波斯皇帝之间的关系。但是20节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好，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的回答。我回答他们的话，对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当别人在耻笑你的失败，在别人在嘲笑好你所做的事情，当别人轻看你为神为上帝的家所要努力的建造的时候，但是尼希米坚定的回答：你虽然在笑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情，你虽然在嘲笑我们现在所要建造的事情，但是天上的神必定要使我们怎样亨通，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建造神的殿。而你们这些要破坏的、搞破坏的人呢，最后呢，我们仆人是要起来建造，但是搞破坏的人却要在耶路撒冷，3个都没有。第一个叫做无份，第二叫无权，第三个叫无名号。所以什么是无份？什么是无权？什么是无名号呢？这是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后来尼希米用几天把它盖好呢？52天。好，所以我们之前20
将近20年前，迦南教会有一个尼希米52计划，就是看尼希米用52天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城墙把它建好，让外面要来攻打耶路撒冷的不会那么容易、那么简单，没有破口，他们就可以好好的在里面，可以好好的敬拜神。而尼希米呢，他怎么样来召集这些人，甚至呢还要预备这些的材料，而且要在最短的时间，不到2个月的时间，要怎么样来完工呢？你可以好好来读这卷尼希米记，你会得到一个很棒的管理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啊。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些人？怎么样去准备这些的物料和物件？他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白天也做，下午也做，晚上也做，甚至他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怕背后有人放箭和放枪，所以他们一只手拿工具，一只手拿兵器，后面就是带着刀，在那边修造城墙。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起来建造上帝的殿，建造上帝的教会，要建造一个仇敌没有办法攻破的城墙呢？我想又在想，我们今天迦南教会需不需要一个城墙？你盖了一个墙，盖得很高，别人进不来。但是我们今天要建造什么样的墙呢？今天我们要建造一个叫做仇敌无法攻破的城墙，是那个敌人想要破坏教会的人没有办法攻破的墙。所以我从无份、无权、无纪念、没有名号这3件事情呢，让我有3个学习，也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建造的就是建立神儿女的身份，请大家说一次：建立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要得到一个不会被仇敌攻破的城墙，你要确立你永远是神的儿女。跟你旁边说，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在刚才子轩的分享当中，他也曾经会怀疑难道神不爱我吗？你觉得神爱不爱他？但是只有他自己觉得神不爱他。为什么觉得神不爱他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所做的事情失败了，或是不顺利的。人都会这样，当我们遇到难处、遇到困难、遇到我们打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怀疑神的爱。但是这是上帝来自神，还是来自仇敌？来自仇敌。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怎么样在打击当中，不会让仇敌进入到你的心，破坏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建立神儿女身份的城墙啊！我们要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尼希米说，这些嗤笑的人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无份，就是没有神儿女的名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建立神的儿女？有3件事情。第一个，神的儿女就是要怎么样？从神所生。第二个呢，要照神的形象。你会长得像你爸爸一样，你会长得像你妈妈一样。有时候呢，找对象，不要急着看他的外表和外貌，你要先看看，他的爸爸长什么样子，他的妈妈长什么样子。如果他什么都不去努力，不去改变，他以后大概就会像他的爸爸，以后呢就会像他的妈妈那个样子。当你越到一个年纪的时候，越发现，真的是这样子。曾经郑正仁牧师的儿子，在美国的餐厅打工的时候呢，就被人家认出来，说你是不是谁的儿子？就完全不认识他，就是因为这个长相就被认出来。所以成为神的儿女，第一个要从神所生，第二个要照神的形象，第3个神的儿女要怎么样？生养众多。什么是从神所生呢？就是你要接受洗礼，你要从神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所以接受洗礼，你要参加 A1 的初信造就，而照神的形象，就是你要有神的样子，就是要接受装备。什么是接受装备呢？就是你要有 A2 的长大成熟，还有 A3 的服事训练。你要不断的训练你的自己，让你能够活着越来越像神。而怎么样生养众多呢？就是你能够领人归主，就是要能够外展，要能够成为一个领袖，要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能够生出属灵的婴孩。所以做神的儿女，就是要接受这3个受洗、装备、外展。所以是受洗、装备、外展。所以你要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你第一个最重要的城墙。如果你没有建好这个城墙，当你遇到困难，当你遇到打击，当你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这些仇敌就轻易的怎样指导你的核心，让你觉得神好像不爱我了，让你觉得神好像离开我了，让你觉得神好像不要我了，把我撇在旁边。但是当你明白你是神儿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即便今天我的爸爸写了一个 line， 写了这么长骂我，但是呢，最后他还是知道说，我的爸爸不是讨厌我，不是真的要把我赶出去，他还是怎样，是为了我好。所以当你知道你是一个神儿女身份的时候，你会知道上帝所做的，在你人生当中所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当你没有这个神儿女身份的时候呢，你会怀疑这些事情为什么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难道是神不爱我吗？所以第一个城墙就是要建立神儿女的身份。好，跟你旁边说，第一个城墙就是要建立神儿女的身份。第一个城墙就是要建立神儿女的身份。第二个城墙呢，就是要建构神话语的权柄。请大家也说一次，建构神话语的权柄。罗马书第10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但是你要怎么样让上帝的话能够说出来，不会落空？上帝的话说出来能够发生，能够成就呢？好，这个在英文当中叫做 prophecy， 就是像先知一样的预言，就是让这个说出来上帝的话能够应许和成就。就是你必须要建构出一个神话语的权柄，你不是把上帝的话拿来变成像符咒一样，然后这样念一通它就会成就，不是，而是神说有就有，神说命定就立。所以上帝的话你怎么样去使用，你怎么样去宣告，口里宣认，心里相信，最后就会发生，就必得救。那个必就是 must， 就是绝对会发生，那个话就应验了。所以有3件事情要怎么样来建构上帝话语的权柄。第一个就是要口里承认，我们说的是口里承认。权柄的英文怎么说呢？权柄 authority， 对不对？权柄。作者英文怎么说？ author。 所以权柄这个字呢，是从作者这个字来的。圣经的作者是谁？有很多的作者，但是这些作者的背后呢，就是上帝。所以你要口里承认，就是你要把怎么样让上帝的话变得有权柄，你一定要认识这位作者。这位作者他想要怎么写，他就可以怎么写；这个作者他想要怎么说，他就可以怎么说。所以你要把圣经的作者搬出来，就是你要先知道这个圣经的作者他怎么想。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你要如何精通圣经，精通神的话，建构神话的权柄，你就是要口里承认，让你口中上帝的话呢是带有这个作者的权柄。第二个呢，就是要心里怎么样相信，心里的相信，信心来自于圣灵。好，请大家说一次，信心来自哪里？信心来自圣灵。信心不是来自于你自己，我想要信我就可以信，没那么简单。如果你的信心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自己决定。但是你会发现，今天你之所以你相信，是因为谁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反过来说，今天之所以你不相信，因为谁不在你的里面？因为圣灵没有住在你的里面。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信心不断的内住在你的心中，你希望你的信心能够不断的坚固长大，你就要不断的邀请圣灵帮助你住在你的当中。所以你的心里相信，你要欢迎圣灵。所以我们在上 A1 的时候就已经有解释过这些事情。
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最后就必怎样？就必得救。好，这个得救呢，就是上帝的话应验了。所以神迹来自神话。好，请大家说一次。你想要发生神迹，你就要先知道神说了什么样的话。当你知道神说了什么样的话，你就看见上帝所说的话，它就会成就，它就会发生，它就会应验在上帝他的旨意上面。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运用上帝的话语，能够有权柄？就好像摩西，他带着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过红海，上帝叫他举起这个杖的时候，如果是他自己凭自己的信心，他举这个杖是没有用的。但是是因为这个圣经的作者，上帝先这么说了，他就照着做了。当他举起这个杖的时候呢，那个红海就怎么样？他就被吹开了，被分开了，他就能够行出神迹，就能够行走在神迹当中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接着呢，我们就要明白怎么样去运用上帝话语的权柄。你的说话的样子要像谁一样呢？要像上帝说话一样。你做事情的样子呢，要像上帝做事情的样子。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最后，当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有神话语的权柄，我们最后要建造的是神大能的尊名哦。好，我们说一次，建造神大能的尊名。为什么我们要建造教会呢？这个礼拜跟2个牧师一起吃中餐。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牧师，他是我的前辈哦，他大概大我15岁，大概大我15岁。他呢讲了他之前这个开拓一间教会，开拓一个教会。他刚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这个教会是在巷子里面，在巷子里面。然后呢，聚会的人数呢，大概只有20-30个人。这个教会已经去开拓了，是台北双连教会去开拓。双连教会大不大？人多不多？奉献多不多？很多啊。可是双连教会去开拓这间教会已经快要20年了，19年了。可是这间教会还是怎么样？这间教会还是不到30个人，还是因为它地点一直在巷子当中。然后他成为传道，刚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长老就告诉他说：“传道啊，你来这个教会，你要知道，我们教会的奉献呢很有限啊，教会的奉献很有限。你不要想要花太多的钱做太多的事工啊。”但是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但是呢，他就一直有一个心，就是他想要呢，把这个教会能够从里面的巷子，能够移到外面的大马路上面去，移到外面的大马路上面去。所以呢，他就不断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呢，他就结果上帝就不断透过他的意念呢，就让神迹一件一件的发生。所以最后呢，他们教会那时候的存款呢，可能只有100-200万，但是呢，他们却一口气买下一个6000多万的建筑物，100-200万去买下一个6000多万，他大概讲了2个小时，我也没办法讲这么多。最后6000多万呢，他还跟那个屋主，那个屋主呢是一个太平洋建设的董事长，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老板，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从6000多万跟他砍到4000万，砍了2000万。然后呢，他只有200万不到的现金，然后卖掉他们的地方，卖掉他们的牧师馆。结果呢，后来呢就买下那个地方。然后买下之后呢，哇，他还在2年内当中。他们还把所有的钱呢，通通都还完了，通通都还完。所以今天那个教会呢，就有其实那个教会曾经到200多个人在聚会，非常的兴盛，因为呢它的地点非常的好，就在大马路的旁边。是哪一个教会呢？是大直长老教会。大直长有没有去过？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很好找，就在大马路的旁边。所以他们后来一直买，买下了快要将近1亿的建筑物就是这样子整合起来。因为呢，为什么要这么样子的去盖一个教会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盖教会。
在圣经当中，所罗门曾经这样子说，列王纪上5章3节，所罗门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为四围的战争，那时候大卫已经过世了，所罗门圣殿快要盖好了。他要建圣殿以前呢，他告诉人说，为什么大卫不能够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呢？是因为神要等到使神让所有的仇敌都伏在大卫的脚下。上帝本来没有要人建造圣殿，是大卫，他觉得自己住在皇宫当中，上帝呢却住在会幕当中。所以大卫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他要为上帝盖一个房子。上帝说不用，我根本不需要人家为我盖一个房子。但是大卫呢，他没有说什么，但是神呢，却领受大卫的心意，说你既然有这样子的心，上帝要赐福大卫，所以神就跟大卫立约，立的这个约就是从大卫的后代都要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面。所以为什么要盖圣殿？为什么要盖礼拜堂？为什么要盖教会？其实都是从大卫开始的。盖圣殿的目的是为了要彰显谁的名字？我把它圈起来，神的名。所以大直教会本来在巷子当中，他在那个地方很多人经过，根本都不知道教会在哪里。可是当大直教会他们经过了10年的努力，从巷子里面，然后来到了外面的大马路，而且把大马路这个第一排所有的店面，楼上他们买了一个么字形，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很多人自己进来教会，路过呢就会来到教会，甚至主动把奉献带来到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荣耀谁的名？神的名，不是那个牧师的名字，也不是那个长老的名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建造教会呢？是因为要来荣耀神的名。我们要怎样建造神大能的尊名呢？第一个就是建造不是为了人的名。创世纪第11章，那时候有一群人，他们起来为自己盖了一个圣经当中曾经出现最高最大的建筑物，那个建筑物叫做什么塔？巴别塔。他们为什么要盖那个塔呢？他们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这个建筑物上面，就是他们想要盖出一个像101这样的东西出来，让后面的人可以永远记得他们的名字。所以他们建造是为了要纪念谁的名？人的名。但是神的殿不是要纪念大卫的名，是要纪念神的名。所以建造是为了要使人认识神的名。我们说一次，建造是为认识神的名。列王纪上第8章43节这样说，我来读这个也是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的祷告当中的一段。所罗门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外国人向你所求一切而行，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所罗门祷告，为这个圣殿在祷告的时候就说，使地上万国都能够因为这个圣殿怎么样认识你的名，然后后面又说敬畏你。所以所罗门他跟他的爸爸一样，要建造教会，就是一个可以让人认识神的名的教会。建造圣殿就是要让人能够敬畏神的一个教会，像你的百姓以色列一样。所以建造教会是为了要使人怎么样认识神的名。今天迦南教会在中华路49号，当大家经过这个中华路49号、43号，看到这里有某某教会的时候，他会想到人，还是会想到神？神，他不会去想到这个教会有什么人，但是他会想到是这个教会是不是是一个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在敬拜谁？在敬拜基督，就是在敬拜耶稣。所以当我们去设一个教会，去建立一个教会，去建造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人怎么样去认识神的名。而建造教会呢，还是为了要制胜神的仇敌。我们说一次，制胜神的仇敌。
为什么要圣殿建造圣殿，要是至圣神的仇敌呢？在43节的后面，44节、45节这样子说，这也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说：“神啊，当你的百姓奉你的命令派遣出去，无论往何处跟仇敌征战。”所以所罗门已经预先想到了，当他们从这个圣殿出去征战、出去打仗，他们若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以及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这个圣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伸张正义。所以所罗门的祷告是：当他们想到了圣殿，当他们想到了教会，当他们在外面世界上遇到了打击、遇到了失败、遇到了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教会，想到了教会，想起了十字架，他们就知道上帝会帮助他们制胜神所有的仇敌。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教会，看到了一个教会的时候，神就会帮助你。无论你现在在任何的地方，好像我们秉恩现在在哪里？在马祖。好，马祖有没有教会？马祖有教会，虽然他在马祖离我们很远，可是当他休假的时候，或者在马祖想到了教会，他就好像想到了哇，他好像虽然人在马祖，心却跟我们一样在这边敬拜上帝一样。或是龙贤，好，有时候为了老婆要到台中，他到台中呢，好去台中聚会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教会，就好像想到说，就好像我们在桃园敬拜的是同一位神一样，不是感到陌生，而是感到熟悉啊。所以列王纪上5章3节，这个是所罗门他自己的说：“我的父亲大卫因为四围的战争，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造圣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怎么样？伏在他脚下。”红色的字我们来念一次：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开始所建造、所建立的教会，就是帮助我们明天让仇敌伏在我们的脚下。阿们。你今天认真的在教会服侍，你今天认真的在教会敬拜，在教会的侍奉，就是为了明天你自己，使一切的仇敌都能够降服在你的脚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起来建造教会？就是要起来建造，也要践踏仇敌。好的，我们说一次：起来建造，践踏仇敌。尼希米他一方面在建造城墙，一方面他也要抵挡仇敌。很多的仇敌骗他出去，说：“来，你来外面跟我们谈判。”连续骗他5次，他有没有出去？没有。他说：“我才不管你们呢，我就是要赶快的赶工，就是要把这个建圣殿的城墙要把它建造起来。”他一点都没有被骗，也没有上当，也没有中这些敌人的诡计，反而最后这些敌人的计谋，不管他威胁他，我们要去跟皇帝告状，这些敌人又引诱他，你来外面，我们来外面谈判，或是这些敌人甚至呢挑拨离间，叫一些人好在里面从中作梗来炒内部的分化和破坏。但是尼希米他的脑袋很清楚，一心一意就是要来把圣殿的城墙52天要赶快的完成。马太福音16章18节，耶稣对彼得说：“我们一起来读。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为什么要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呢？因为我们的人生会有各种的大风和大浪。这张图片呢，是我请 AI 画的。请他帮我画一张好在磐石上的灯塔，哇，他帮我画的比我头脑想的还要更有意境哦。如果我们的生命好能够建造在磐石之上，再大的风浪，你的生命能够经得起这些大风大浪的冲击，你能够成为一个灯塔，你能够照亮四周围的黑暗，不会被风浪所吹、所冲击、所冲垮。就算你要推甄，就算你要考试，就算你要找工作，就算你要谈恋爱，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和失败，
但是你的信心没有离开耶稣，就是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些风浪不会改变你是神儿女的身份，这些风浪也不能够夺去上帝话语在你生命中的权柄，这些风浪也不能够让你的生命当中羞辱神的名。上帝的仆人是要建造，上帝的敌人是要破坏。你要成为建造者，而不是成为破坏者。你今天没有在建造，参与在建造，你就是反向的在帮助敌人在破坏。今天你没有在你的家里面帮忙做家事，你就是在制造家里面人的负担，增加家人的负荷。同样在教会当中，你没有起来建造，你没有起来服侍，你就是在增加其他服侍同工的重担，你就是在增加这个教会服侍者他们的辛劳。所以你要参与在建造，不要参与在破坏。跟你旁边说，要参与在建造，不要参与在破坏。我们要怎么样参与在建造？你要先找到耶稣基督的磐石，而你要找到耶稣基督的磐石之后，你要在这磐石上面建造生命，建造你的 A1 的初信造就，建造你的 A2 你的长大成熟，建造你的 A3 就是服事训练，建造你的 A4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领袖，能够生养众多。还有呢，你要建造的就是上帝的教会，为耶稣建造上帝的教会。跟你旁边说，为耶稣建造神的教会，为耶稣建造神的教会。今天来到教会，如果你只是一个陌生人，悄悄的来了，又悄悄的走了，挥挥衣袖，然后呢，不带走一片云彩，觉得自己很潇洒。其实你是在消费这个教会，你没有参与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最后你会跟尼希米一样，尼希米的仇敌一样，他们在上帝的建造当中无份、无权、无纪念。尼希米用52天建造了城墙。为什么有这个城墙呢？因为城墙是一个最大的范围，就是能够让人看到外面这个城墙，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的城，是神圣不能侵犯的，是任何的人都不能去践踏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圣名。而尼希米建造呢，不仅是城墙，以斯拉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建造上帝的权柄，让上帝的每一句话都载着能力。所以在这个城的里面，以斯拉他就是教导百姓读圣经，这是第二批的归回。第一批的归回呢，是所罗巴伯，就是建造圣殿，让这圣殿呢，就是让人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来到这殿前的，就是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今天这个金句，我们再来读一次。以斯拉说：“我回答他们的话，对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如果你今天不建造，你就无什么？无份，还有呢？无权，还有呢？无名号。什么叫做名号？就是没有人会纪念你，没有人会记得你。如果你没有参与在教会的建造当中，没有人会记得你。我们在上个月的60周年的音乐会，我们特别纪念这些57位迦南的长老，当然还有很多的执事。在我们60周年特刊、40周年特刊、30周年特刊，这些长老执事的名字，我们都刻意的把他们放在上面。甚至每一年的同工，我们都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和会手册当中。不仅是一个尊荣，这也是一个纪念。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参与在服事当中，你失去了神儿女的身份，你失去运用神话语的权柄，甚至让神的尊名彰显荣耀的时候，没有人会把你的名字跟神的荣耀连结在一起。所以你的人生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这3件事情，我们最后再来复习。第一个就是要建立神儿女的身份；第二，建构神话语的权柄；第三，建造神大能的尊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大风，也会遇到大浪，但是神，你已经早已给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建在耶稣基督磐石上面。感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也感谢你让我们学习读圣经，能够来建构神话语的权柄。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在教会的建造当中，使我们能够建造神你大能的尊名。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年轻就参与在神你的计划里面。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能够参与在神你的建造当中。神，你要使我们亨通，神，你要使我们蒙福。当上帝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会得着身份，我们会得着权柄，我们会得着尊名和纪念。当我们不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名分，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纪念。愿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还是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来祷告我们的神。让我们祷告神说：神啊，帮助我参与在你的建造当中，参与在你的国度当中。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我主，你是我盼望，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的能力，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信心依靠你，我的主。在你从没有，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确信依靠你，我再次更大声宣告：在你从没有，在你从没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建立神的权柄，我们要建造神的教会，用神的大能使神的名能够得着尊荣，得着能力，得着威严。真的是，因为我全心依靠你，我的主。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我渴慕，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从你的心里面说：主，我渴慕你的能力，渴慕你的话语。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坚信依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依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依靠你，我的主。让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否明白相信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否愿意相信神的爱永远不离开你？再大的风，再大的浪，都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相信神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就说阿们。如果你还不能相信，没有关系，你可以求圣灵保惠师来帮助你。特别牧师今天要在今天的聚会结束前，要带你来做这样的祷告，求圣灵保惠师住在你的心里，帮助你明白永远的真理。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我要邀请你来祷告一句，让你圣灵帮助你明白你是神的儿女。请你跟我这样子来祷告。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打开我的心，欢迎你住在我的生命当中，帮助我所读到的圣经，所领受每一句神的话，都能够消化吸收进入我的生命。亲爱的圣灵，帮助我，请你充满我，让我明白我是神所爱的，我有神儿女的身份，我有神儿女的身份，我可以运用神话语的权柄，我可以来彰显神大人的尊名。求圣灵帮助我，永远与我同在。仇敌不能夺去我心中的信心，魔鬼不能带走我心中的盼望。我的一生永远为主而活，要住在主的爱中。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你没有，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吹遍万事都有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信靠你，我的主。再次宣告说，在你没有，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因为我全心，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尼西米的生命，知道他可以在52天来建造城墙，在未来的52天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起坚固的城墙，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好好来学习神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透过建造教会，能够来彰显神你的大能，能够来尊荣你的圣名。谢谢爱我们的父神，谢谢帮助我们的保惠师圣灵。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在代降节当中第一个主日的盼望。愿圣灵在接下来52天当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们现在预备我们的奉献。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
谢谢你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所以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依然在你的爱当中，而我们也要来回应你的爱，让我们可以起来建造，让我们可以真的献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来为你所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让我们继续用敬拜来赞美我的神。我们要为主发光，一起来建造，阿们吗？好，一起来唱，我们胜过这世界。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权势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要居住的神奇迹。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他的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哈利路亚！要居住的神奇迹，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照亮黑暗的世界。台上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建造神的殿，荣耀神的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我是社青小组的区长，我是木轩。我们现在来做报告。我这边，好 ，OK。那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哦，就是黄红玉。黄红玉在后面，这是子轩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欢迎他。耶！好，来，接下来，好，第一点就是，如果要购买，就是我们2026年度迦南州历手册的，那里面还有灵修笔记的，我们现在开放预购，在那个中岛这边，他帮我按一下下一页，对，好。对，周历手册开始开放预购，那一本是2000块，200块，太对，2000块可以买10本，对，那所以200块，那在49号1楼中岛那个地方做登记，好，跳过，好，我来控制就好了。然后下主日是第一场礼拜会举行那个长职就任仪式，那就是如果你是新任长职，还有就是明年的长职，然后请在记得下礼拜第一场，然后请预备心来就任。跳掉了。好，再来就是那个12月7号就是要召开第423次的长职会，就是就任之后就马上就要开长职会了。那请各单位在12月3号之前提出报告资料。好，那记得哦，就是如果你还有要请款的，我们本年度的关账日是12月21号，那请各位就是要留意奉献截止的方式，然后才可以开立2025年度的奉献证明。那如果你是用刷卡、划拨、金流转账或 Line Pay 的，就是会在12月21号之前就要截止。那如果你是现金或银行转账的，可以到12月31号。爱餐，那就是我们礼拜天会
中午会提供爱餐，那我们的爱餐只提供给有出席礼拜的会友，然后每个人记得只限领1份，然后每份20块，用完为止，请你不要就是一次买好几份，缴200块买10份不行。不能外带，所以一个人只能拿1份，那就是感谢兄姐家人们的配合跟遵守。对，然后12月3号的松大讲座，在10点半到12点，主题是幽默是在智慧里结出爱的果子，讲师是江娥老师。然后本周有医疗咨询，在本主日就是明天的10点半到11点半，女教会1楼，有需求的可以来49号1楼参加。然后我们12月3号起，就是有松年大学的书法展，就请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一起来欣赏。好，然后12月20号是我们的圣诞晚会，然后我们欢迎就是各牧区各小组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节目。那本次报名呢已经有4个主编报名了，所以还有5个名额，所以请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节目的，请快点来找我，对，找我报名。那就是我们会采先报先审的方式，所以就是报名额满截止哦，要快点哦。好，我们的福音月历已经到了，就是如果你是本集的会员，然后是小组组员，可以每户领取1份。对，然后纸本的新眼光，请各位小组长在座，如果是有小组长，请统计2026年第1季的纸本新眼光的数量。第1季第一季纸本新眼光的数量，然后本主日截止。对，然后1楼有那个，等下可以去1楼的49号1楼看一下，有义卖那个彩绘石头，那这是赞美小组的李桂美姐妹手绘的石头，在1楼义卖，然后义卖所得将全数归教会牧养基金以及牧养事工的所用，就是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来购买。好。爱在桃仔横，头安横，对，平安7，那就是那个12月6号，下午3点有平安7月关怀协会举办的，在国王演艺厅举办的那个桃园平安岁末感恩音乐会，然后欢迎就是弟兄姐妹免费索票参加。这个没事。好，那个竹中妇女部于12月6号于新竹长老教会举行70周年的感恩礼拜，如果已经报名至休年期，于当天的上午7点15分在教会1楼集合发车。好，接下来的礼拜时间会做调整，这个是12月就会做调整的嘛，对不对？那个会前祷告会改到6点半，6点35分，那敬拜练习时间改到3点，那清歌区的小组时间是4点半，然后那我们礼拜时间改到是40分，对，6点45分。我们现在的礼拜时间是6点半开始嘛，我们12月份就是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会改到晚上6点45分，对，晚15分钟开始，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那会前祷告时间会改成6点35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颁发，就是鼓励见证的小奖品，我们请牧师来颁发。那我们有2个，就是周三祷告会的分享是信如，然后一个是今天的见证子轩，我们请子轩跟信如上台。连在一起了。好，你们自己想办法好了。我们这样子一人一边。好。好，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应该是可以撕开，撕不开有2个打架一下哈。对，好 ，OK， 就是邀请大家都可以来做见证。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那请家亲小组我们到那个舞台的左侧，然后如果是外役小组，请到那边吧台的空地。那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我们彼此问安。